年啊，本没是开枪过的，就是得，这个来不了的，那得这个是这个么呢？那是多没马起来这个啥的，说往哪啥的，是来对，那来别的来得别说的，这什么叫的吧？他得多年来多了，那是别下去嘛，老板家就嘛，这个老板要出这对的，给人个老板的要不就马年了，那老板的马年差了吧？那老板起码得要讲看过是吧？这个吧，我等于这。台湾人嘛，顺着经济为呢，就绝对，在这里在这年当的也不就马线呢，也不就年马线呢，在这里忙过去送，在那几啥还搞马送，生给他的很多，还些他的都感觉全部他的送呢，对啊，感觉拿送，但没人拿送，但看这送是的，这小脚嘛，那个当然没接了吧，我这得出年限，跟没人开，年个年限，现在的现象。哦对，对的，俺是白沙屯的那么对，年档是本没是送下的，这同那些开钱没得了，年档要不马兄弟对的，俺们觉得我对年啥来我马上对，那我马年看不得的种，有些看不跟刚这路线那个，哪路没了，哦，别难行，一里面子下，这我们给爷们要过去，他那俺做俺的马推了干，马些年我们了，他们长么秋拍家也不好的，俺做俺的秋是路是那种马些呢，这秋营上面的开始秋我们。他家人家我的，这，等人家想不来了，我就叫，我一样，人家就传个芒果就啥的呀，这，人家个酒店呢，人家叔上面秋营上不接，这里，等于三节秋个嘛，东着我的大比方的，东山那他都得了给啥搞了吧？这块这样没下行，这块不是超过的，俺的生的用水，等三节点半，三节个秋的都真的小路个天那来多的送多，哦，这块生呢，他俺是农用的，这个早晚马上送来的。